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局長，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主席鄭錦中博士，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郭美嫻女士，環境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黃志強先生，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主席李志康博士工程師，現場咁多位來賓、各位傳媒朋友，歡迎大家蒞臨出席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頒獎典禮。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 Isis 李偉璇，大家好，非常榮幸可以喺度同各位見面。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喺2008年創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環境及生態局聯同香港多個主要商會合辦。旨在鼓勵企業同埋機構實踐環境管理，亦都就所屬界別內嘅最佳作業模式比較表現環境當中嘅理想成績，並且係嘉許具備卓越環境表現嘅企業同埋機構。多年嚟，獎項都深受社會各界嘅認同，亦都已經成為香港極具公信力嘅環境盛事、環境保護嘅盛事。每一間得獎嘅公司同埋員工，大家都全力以赴，亦都將環境嘅保護方案真正落實。憑住出色嘅表現同埋貢獻，經過嚴謹嘅評審過程，今日各位先至可以嚟到頒獎台上獲得呢一份嘅殊榮。喺我哋今日嘅頒獎典禮正式開始之前，首先有請大家一齊以最熱烈嘅掌聲，我哋歡迎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郭美嫻女士移步嚟到台上為我哋致辭。掌聲歡迎郭主席。謝展寰局長。鄭錦中主席，各位合辦機構代表，各位嘉賓朋友，早晨，大家好，熱烈歡迎各位蒞臨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頒獎典禮。首先，我謹代表環境運動委員會向所有獲獎機構致最衷心嘅祝賀，感謝你哋喺環境管理嘅領域嘅卓越貢獻，亦都感謝在座每一位對本獎項嘅支持。今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已經踏入第17個年頭。喺過去一年，香港營商環境充滿挑戰，但係令人鼓舞嘅係，本屆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參賽數字再創歷史新高。呢份佳績有賴業界嘅鼎力支持，證明咗業界對環保嘅堅持唔單止冇減退，反而更加堅定。眾多企業依然積極投放資源，致力減碳減廢，力求進步，充分展現出各位推動綠色轉型嘅決心同埋動力。作為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我深感欣慰。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獲得業界嘅廣泛支持，唔單止促進咗機構之間嘅交流合作，更加持續為香港開拓更加多綠色嘅商機。今年適逢係環運會35週年，我哋同環保署以及其他政府部門攜手，推出咗一系列嘅活動，包括全國生態日、美麗香港影片系列2.0，更加首次喺2025國際環保博覽設置咗環運會展覽館，為本地嘅綠色初創企業提供平台，展示佢哋運用綠色智能科技推動環境保護發展嘅努力。展望未來，環運會將開展碳中和宣傳運動2.1，重點之一就係招募更加多本地嘅企業成為策略夥伴，加強政府、企業、市民三方協作，提升社會各界對碳中和嘅認知，推動全民實踐低碳生活，攜手邁向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嘅目標。最後，我再次衷心感謝業界同埋社會各界多年嚟對於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長期支持。希望未來有更加多機構加入環保嘅行列，喺綠色管理嘅路上追求卓越。讓我哋群策群力，共同為香港締造一個環境、經濟同埋社會三贏嘅未來。多謝各位。
熱烈掌聲，多謝晒國主席，亦都有請國主席可以先移步到台下休息就座。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雖然有公務在身，未能親身出席今日嘅頒獎典禮，但係佢都非常之重視呢一項嘅環保盛事，特別預先錄製咗有視像嘅致辭。現在我哋有請大家一齊細心欣賞。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係新一屆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頒獎典禮。我首先祝賀活動順利舉行，並感謝各界攜手推動香港環保事業向前邁進。今屆嘅參賽機構數目再創新高，反映各界對香港可持續發展嘅決心，令人鼓舞。我喺呢一度恭賀所有獲獎企業同埋機構，你哋將環保理念融入日常營運之中，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綠色動能，值得肯定。20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5個5年規劃嘅建議，提出要牢固樹立同埋踐行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嘅理念，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築牢生態安全屏障，增強綠色發展動能。特區政府將繼續全力以赴，完善環境管理，助力綠色轉型，穩步推進減碳工作，推動香港邁向可持續嘅未來。推動低碳發展需要綠色技術，為配合國家實現雙碳目標，香港致力於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我喺施政報告中提出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建設可持續航空燃料產業鏈。我哋會同內地政府協商，帶領一間全球主要供應商嘅本地企業喺大灣區發展，以配合2030年香港國際機場出發航班需使用指定可持續航空燃料嘅目標。加快綠色轉型需要創新驅動，政府會繼續透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同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本地綠色科研同成果轉化。我哋會助力企業將回收物料升級再造為高增值產品，讓綠色工業喺香港落地生根，壯大綠色經濟生態圈，打造香港成為綠色科技示範基地。實現零廢堆填需要持之以恆。政府以2035年達至零廢堆填為目標，會繼續優化綠在區區服務網絡，支援住宅樓宇進行回收。另外，我哋亦都會繼續增加住宅嘅智能廚餘回收桶同埋收集設施，鼓勵公眾實踐源頭減廢同分類回收。推動環保工作係一場需要創新、協作同恆心嘅長途賽。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由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並聯同社會各界多個機構合辦，成效卓越。環境運動委員會喺1990年成立，過去超過35年以嚟，一直全力提高香港市民嘅環保意識。我感謝委員會多年嚟不遺餘力推動環保宣傳教育，為香港嘅可持續發展奠下基石。特區政府將繼續同各界並肩同行，推動低碳發展。我期望各個得獎機構繼往開來，帶動夥伴共同進步，攜手為香港拓展更多綠色機遇，為建設美麗中國、美麗香港作出更大貢獻。最後，我祝願香港環保事業更上層樓，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多謝大家。熱烈掌聲感謝行政長官嘅祝賀同埋支持。
就好似剛才我哋視像嘅致辭入邊，亦都有提到嘅，推動環保工作需要各界嘅創新協作同埋恒心。而香港一直都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同埋可持續發展，努力實現碳中和同埋零廢堆填等等嘅目標。喺度咧都非常之感謝大家長期嘅投入同埋支持。特區政府未來將會繼續同各界攜手合作，一齊為香港打造一個更加環保嘅可持續未來。而緊接落嚟嘅時間，我哋舞台都準備就緒，馬上亦都借助大家最熱烈嘅掌聲，我哋首先歡迎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先生。有請謝局長移步嚟到台上，為我哋主持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同時間亦都有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我哋歡迎埋其餘一眾主禮嘉賓嚟到台上，包括有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郭美珩女士。再次有請郭主席。掌聲歡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主席鄭錦中博士。環境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黃志強先生，歡迎四位。緊接落嚟嘅時間，我哋再熱烈掌聲歡迎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主席李志康博士工程師。咁多位可以準備就緒，我哋一齊望向正前方位置，我哋先俾大會攝影機鏡頭記錄低呢個充滿意義嘅時刻。呢個時候咧，亦都有請我哋台上咁多位嘅嘉賓，我哋可以輕輕將手凌空放喺裝置上方，眼神望翻出嚟，我哋嘅大會攝影機鏡頭喺最前方嘅位置，我哋先影一張合照。我哋再望後少少咧，喺我哋禮堂後方咧，亦都有我哋傳媒朋友嘅鏡頭，俾佢哋都可以捕捉一下呢個充滿意義嘅時刻。而稍後時間，我哋將會邀請現場咁多位朋友同我哋一齊倒數3聲，3聲之後，台上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就可以準備就緒，輕輕按下裝置，正式為今日頒獎典禮揭開序幕。有請現場朋友一齊準備。3、2、1，多謝幾位主禮嘉賓為我哋注入環保力量，期待啟發更多嘅夥伴加入環保行列，一齊推動香港環保進程，攜手締造更綠色、更可持續未來。有請我哋台上咁多位嘉賓，亦都再一次望向正前方嘅位置，俾我哋嘅攝影鏡頭一齊影張合照。有請我哋幾位嘅嘉賓咧，都可以準備一齊點讚，俾個 like 啊，俾我哋今日嘅活動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頒獎典禮可以順利圓滿嘅進行。亦都希望我哋各個嘅得獎者、各個得獎機構，大家一陣間都可以嚟到台上感受同埋可以享受到大家嘅掌聲，一齊分享喜悅，繼續為我哋香港未來嘅綠色環境啦，係出一分力噶。呢個時候，我哋都咧再一次感謝台上咁多位嘅主禮嘉賓。現在我哋有請謝局長、郭主席、李博士3位繼續留步，其餘嘉賓可以先移步到台下休息就座。多謝晒我哋其餘咁多位嘉賓，我哋都有請啦，謝局長、郭主席、李博士可以企喺中間嘅位置。與此同時，我哋都會邀請埋一眾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合辦機構代表移步嚟到台上，佢哋分別有環境諮詢委員會副主席梁美儀教授。掌聲繼續歡迎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梁兆賢先生，以及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周志平先生。掌聲繼續有請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黃楚恒先生，以及有商界環保協會營運總監梁志峰工程師，連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綠色生活與創新部總經理蔡劍雄博士。歡迎台上咁多位，我哋輕輕向中間位置稍移半步，企埋少少，亦都可以望向正中間嘅位置，俾我哋大會攝影機鏡頭一齊影張值得紀念嘅合照。
台上可以見到有我哋嘅主禮嘉賓，以及咧係我哋一眾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合辦機構代表。我哋再有請咁多位可以望向前方後少少嘅位置，俾我哋傳媒朋友，亦都可以捕捉一下。再一次謝助大家最熱烈嘅掌聲，多謝我哋台上咁多位嘅嘉賓。現在有請各位嘉賓可以準備移步到台下休息就座。